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 Mango 頻道。Mango 呢期我講 AI 人工智能一樣會完全改變全世界嘅嘢，改變一切。有人呢因為 AI 揾大錢 ，AI 可以幫你睇病，幫你揸車，幫你寫電郵，同你傾偈，做家務。今日喺大陸，人形機械人已經開始有得賣，做粗重嘢，同你做 friend 都得。但係另外一方面 ，AI 導致好多人冇工做，更加可能會導致經濟崩潰、經濟大蕭條，好多人會唔見好多錢。AI 呢，甚至可以用喺度打仗，會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，甚至可能會控制人類，可能會消滅人類。其實呢，好多呢啲嘢已經正在發生緊，而世界上兩個大國，中國同美國呢，佢正在響 AI 呢個領域同埋其他嘅領域大規模競爭緊。究竟競爭成點呢？未來會點呢？對你同我有咩影響？ Mango 呢就同你一一拆解。如果你對呢類嘅題材都有興趣呢，就請話俾我知，俾個 like 訂閱。我以後都想同大家分享分析音樂以外嘅大事。咁到底中國同美國競爭成點呢？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話美國已經大幅領先，但係數據顯示呢個差距其實已經收窄到得返幾個點。NVIDIA 老總話中美 AI 差唔多係平手，其實呢現實係比一場簡單嘅競賽呢就更加複雜。兩個國家有截然不同嘅理念同埋目標。今集呢，我哋會比較中國同美國喺人工智能方面嘅發展。我哋會睇下最新嘅技術，同埋每個國家係點樣應用人工智能。我哋會探討邊個能夠喺 AI 裏面受惠，普通老百姓係咪真係有得益？我哋會分析當中部分嘅機遇、風險，同埋日益受到關注嘅可持續性問題。好啦，首先我哋睇下中國同美國嘅不同哲學 AGI 相對於應用。美國嘅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指出，兩國嘅核心差異。美國對通用人工智能係非常着迷。咩係通用人工智能呢？就即係所謂嘅 AGI， 一個可以真正思想，做到任何人類做到嘅事嘅人工智能。美國希望發展神級 AI， 甚至喺中東戰爭上面已經開始用 AI。但係而家嘅 AI 模式有幾個重要嘅缺陷。首先我哋講下咩叫做通用人工智能 AGI。AGI 呢就係即係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。呢個有別於而家 AI 嘅 LLM。LLM 呢就係 Large Language Model， 大型語言模型。LLM 其實係搜索網上大量數據，根據嗰個或然率 probability 推斷下一個字係乜嘢，而寫出你需要嘅嘢。所以呢，而家嘅 AI 呢寫嘢呢係好似好醒，但係其實呢佢哋係唔識諗嘢嘅。而基於呢個模式呢， AI 寫出嚟嘅嘢，做出嚟嘅嘢呢，會來來去去都係嗰個樣。有學者同埋 AI 之父啊，佢都話呢 LLM 係冇可能發展成 AGI 嘅，條路係錯嘅。好啦，另外一個大技術嘅問題就係 LLM 嘅幻覺錯誤。幻覺係咩呢？英文係佢哋叫做 hallucination。佢哋話係一種幻覺，其實呢啲咩係 AI 嘅幻覺呢？AI 呢寫出嚟嘅嘢呢，好多時都有5至到10% 嘅錯誤。點解呢？因為當佢哋有唔識嘅嘢呢，佢哋會作啲假嘅嘢出嚟，會講到好似真嘅一樣，好有信心咁嘅。佢哋係訓練到咁樣嘅。咁呢個問題呢，佢哋就叫佢做係幻象 hallucination 就好聽啲。其實應該就話係佢哋作嘢。呢個咁嘅問題呢，甚至係 ChatGPT 嘅老總 Sam Altman 呢，
都話係解決唔到嘅。佢哋使咗咁多錢到而家都仲未可以解決到嘅，就因為上邊嗰兩個改變唔到嘅缺陷。AI 未來嘅發展會係點呢？好多人都有兩極嘅睇法。美國嘅科技公司啊，好似 Google、OpenAI 同埋 Anthropic 都投資緊數以十億計嘅資金去追求 AGI 呢個目標。咁啊，正如研究員啊 Kyle Chan 所講，喺美國對 AGI 嘅關注非常非常強烈，甚至係一種執着。呢種執着咧，推動咗對數據中心同埋運算能力嘅巨額投資。有估計話，美國單係一年啊，就可能喺 AI 基建上面花費1萬億美元。另一方面，睇下中國，中國迷戀 AI， 但係唔係迷戀 AGI。中國嘅目標唔係喺實驗室裏面創造一個神級智能，而係將 AI 整合到實體經濟裏面。佢哋嘅目標係用 AI 嚟推動整體經濟同社會嘅其他部分嘅發展。當美國追逐各種基準測試嘅時候咧，中國咧正在為咗工廠嘅車間喺度駁緊線路。呢個係一個經典嘅劇本，同中國喺 5G 技術上邊做法係如出一轍。美國成日喺發明上面領先，但係中國咧就喺大規模應用上邊領先。呢個差異咧係好關鍵嘅，因為擴散即係廣泛應用 AI 先至係真正嘅力量所在。咁兩個國家有咩優勢同埋策略呢？咁呢個實際操作上面係代表咗咩呢？美國喺前沿嘅研究、建立大型模型開發同埋新算法嘅方面咧係領先。佢有最先進嘅半導體產業。雖然咧中國係追得好快啊，差唔多已經追平。美國亦都吸引咗全球嘅頂尖人才，但係呢個優勢都係縮細緊。因為點解咧？好多嘅頂尖人才咧已經俾美國政府係趕返中國。世界上一半嘅 AI 人才都係中國人，因為佢哋驚啲中國嘅人才影響國家安全。中國嘅優勢在於佢龐大嘅工業基礎同埋大規模採用技術嘅能力。中國喺工業機械人安裝數量上面領先全球，亦都係好多 AI 應用嘅最大市場。中國仲有龐大嘅人口，產生嘅海量嘅數據嚟訓練 AI， 能夠可以更加快使到 AI 進步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chael Spence 佢指出，中國有一套更好嘅計劃，去確保 AI 能夠廣泛嘅經濟領域入面被採用同埋部署。咁佢話：我哋成日討論擴散嘅挑戰，但係我哋只係得個講字，我哋冇做到。即係講緊美國。史丹福大學2026年嘅 AI 指數報告發現，自從2025年初以嚟，美國同中國嘅模型多次輪流佔據榜首。截至到2026年3月，差距只有 2.7%。美國產出更多嘅頂級模型，但係中國喺論文發表量、引用次數、專利同埋工業機械人方面領先。中國咧同時追求半導體自主，芯片戰啊，迫使中國要創新。分析員好似高志海就認為咧，美國嘅芯片禁令啊，反為俾咗中國一個好強大嘅誘因，同埋好大嘅市場去實現自給自足。中國嘅芯片市場原本就係俾美國係完全係佔據嘅，但係美國突然間話我要唔賣啲芯片俾中國，咁嘅說話咧就係將中國嘅芯片市場開咗出嚟。呢個市場係好龐大嘅，再加埋佢嘅誘因去實現自給自足，中國喺芯片戰做得好成功。另外，中美 AI 嘅重要分野就係中國 AI 係開源，即係英文叫 open source。美國嘅咧係閉源，用家可以知道中國 AI 模型裏邊係乜嘢，而美國模型咧係唔知嘅。所以實際上咧，用中國嘅模型咧係嗰個彈性同埋更加嘅自主性更加強，同埋更加安全。
而咧美國模型裏邊係有咩你係唔知嘅，說安全嘅問題更加大。同埋咧，美國最近突然間講話，佢唔俾 Anthropic 提供服務俾美國以外嘅公司，即刻好多公司就好驚，點解我要用你嘅模型，而你突然間可以刪咗佢嘅咧？Donald Trump 喺幾日之後又將呢個禁令咧又收翻嘅，因為知道唔得。另外，中國嘅 AI 比美國平20倍以上。點解呢？因為中國發展嘅技術精簡更加平，而中國嘅能源呢係平好多，所以呢，美國呢有好多大公司都會選擇用中國嘅模型，因為中國模型係開源同埋平好多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下最重要嘅問題，究竟係邊個能夠喺呢啲技術裏邊受益呢？普通人係咪真係有得益呢？嗱，喺中國由於注重應用啊。AI 正在快速進入日常生活。中國官方嘅媒體最近報道話 ，AI 驅動嘅設備已經俾普通人使用，機械人已經有得賣，同美國比平好多。喺上海，一間由機械人營運嘅 AI 餐廳，每日可以服務400人，每餐價格唔使20蚊人民幣。呢個係中國產業政策嘅成果。政府積極打造 AI 小鎮，研究人員同投資者可以集中一齊。喺上海張江 AI 小鎮，一個2平方公里區域裏邊，聚集咗超過600間 AI 公司，同埋3萬名嘅員工。呢個生態系統令產品可以好快由概念變成現實。喺美國呢，情況就比較複雜啦。史丹福大學嘅研究發現，生成 AI 顯著提升咗家居嘅生產力。ChatGPT 用戶完成數碼雜務嘅效率提高咗70%至到170%。不過呢啲人將 AI 用喺娛樂多，例如我哋做視頻、做音樂，用咗大量嘅資源，而唔係生產。AI 可以做真嘢，亦都做好多假嘢，誤導我哋，令到真嘢就冇定企。另外喺美國仲有數碼鴻溝喎，即係咩呢？年輕有錢嘅人就更加快採用 AI， 而年長低收入嘅人就會被拋離。好啦，喺工作場所，美國人正在用 AI 喺好多任務裏邊，老師做啲教案，醫生閱讀掃描影像，藝術家攞靈感，但對就業嘅影響就令人好擔憂啦。史丹福報告就發現，22至到25歲嘅年輕軟件開發人員嘅就業人數喺2024年以嚟就一路下跌咗20%。AI 開始取代入門嘅職位，但係另外一方面有好多大公司而家就啱啱開始發覺 AI 做嘅軟件寫嘅代碼裏邊係有好多漏洞，好多 bugs， 佢哋需要請翻真人嚟揾呢啲咁嘅 bugs 出嚟，改翻正佢。但係呢啲咁嘅漏洞原來係好難改嘅。點解？因為 AI 諗嘢唔係真人咁樣諗嘅，佢哋嘅啲漏洞可以隨時呢度都有，嗰度都有，揾唔到佢出嚟嘅。好啦，我哋講下一部分 AI 嘅陰暗面、泡沫同埋環境倫理。AI 其中一個主要嘅風險就係金融泡沫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ric Muskin 警告 ，AI 嘅快速擴張已經帶嚟金融泡沫嘅隱憂。好多人擔心會出現非理性繁榮，驅動過高嘅估值。咩係非理性繁榮呢？就係話啲人以為 AI 會帶嚟嘅繁榮，其實係做唔到嘅，太樂觀嘅，係非理性嘅。所以係根據呢個非理性繁榮所驅動嘅 AI 估值係非理性嘅，係泡沫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先講下最迫切嘅問題：美國嘅 AI 市場係咪泡沫？2022年底以嚟嘅 AI 相關公司嘅市值增加咗大概27萬億美元。標準普爾500指數裏邊最大嘅10間公司，依家佔咗成個指數差唔多40%。呢種集中嘅程度已經超過咗 .com 泡沫嘅時期。投資熱潮就急速升溫啊！
美國科技投資佔 GDP 嘅比例已經係超越咗1990年代嘅高峰。最大嘅雲端公司喺2026年嘅資本開支計劃，比半年前嘅估算係高出接近50%。五大美國超大型企業嘅資本開支加埋大概7450億美元，比2025年增加咗大概8成9%。大家記住比2025年增加咗係大約8成9%。呢個增加係黐線嘅，估值高到嚇死人。美國嗰個 Magnificent Seven 嘅預測市盈率係27到31倍 ，AI 晶片股嘅市盈率更加高。有分析員開始警告可能出現盈利泡沫。最樂觀嘅投資者用高槓桿去買科技股，令到市場更加波動。高盛估計 AI 帶嚟嘅潛在利益現值大概9萬億美元，但呢個數字遠遠低於27萬億美元嘅市值增長。要收窄呢個差距，就需要越嚟越樂觀嘅假設。如果 AI 變現嘅時間表出現延誤，即係話你嘅自由現金流就會受壓，估值就必須大幅向下調整。6月裏面一份關於南韓晶片廠放慢 A 億記憶體生產嘅報告就已經觸發咗美國股市全面下跌。呢種嘅風吹草動就觸發咗恐慌嘅情況。一旦情緒轉向你要離場就好逼㗎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下中國嘅情況。中國 AI 股票嘅估值低好多。中國最大嘅 AI 公司智譜 AI 市銷率睇落好似天文數字，但當你睇下佢嘅業務基礎，就會發現智譜有73% 嘅收入係嚟自面向國企同金融機構嘅 B 端本地化部署。佢嘅 MaaS 嘅平台喺12個月內增長60倍，達到17億元人民幣。中國 AI 公司更加專注於國內嘅供應鏈，以及喺企業客戶裏面產生真正嘅收入。騰訊嘅預測市盈率係19倍，阿里巴巴18倍，中國移動只係11倍。中美 AI 嘅股票之間嘅估值差距相當大。關鍵係分別在於焦點。美國嘅 AI 投資係由投機同埋競賽 AGI 所驅動，中國 AI 嘅投資就由建立自給自足嘅供應鏈同埋服務國內市場所需去驅動。呢個係一個更加可以持續嘅投資模式。即使某啲股票嘅估值仍然係偏高，都可以持續。咁我戴翻個頭盔先啦。關於財務呢家嘢同美國 AI 係咪泡沫各有各嘅睇法。雖然 Mango 都係幾十年嘅金融人，但係我呢個視頻唔係財務分析，唔係俾財務投資建議，我只不過係提出大家要知道同考慮嘅因素。好啦，跟住嚟我要講下 AI 對環境嘅影響係另一個兩國分歧嘅領域。AI 消耗大量能源。訓練 Grok 4模型所產生嘅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17000架車行足1年。AI 數據中心嘅用電量相當於成個紐約州嘅高峰嘅用電量，但係兩個國家嘅政策造成巨大嘅差異。特朗普政府積極推動化石燃料，即係石油嘅燃料，佢話 drill baby drill， 石油就表示係更多嘅污染。2026年6月，內政部建議將化石燃料公司鑽探需要支付嘅保證金，從50萬美元大幅減低到2.5萬美元。政府亦都廢除咗 EPA 嘅危害認定，而呢個認定喺2009年以嚟就一直係氣候監管嘅法律基礎。Donald Trump 佢宣布用7億美金去支持煤炭項目。仲形容煤炭係清潔、係美麗嘅。相反中國正在積極轉向可再生能源，非化石能源預計將佔2026年總能源嘅消耗係4%。
中國計劃到2030年呢，一半嘅電力嚟自非化石燃料嘅來源。風能同埋太陽能裝機容量預計會達到2700吉瓦，煤炭消費預計將響2027年左右見底回落。Science Direct 發表嘅一項研究發現一個驚人嘅結果，儘管中國生產更多，但係中國嘅二氧化碳排放嘅增長率係顯著低於美國。隨着美國 AI 普及，美國實際上會將更多嘅內含碳排放輸出到海外，而中國由出口引致嘅二氧化碳排放將會顯著減少。個底線就係中國 AI 對環境嘅影響遠比美國少，原因係包括佢嘅能源政策以及利用 AI 去提高能源嘅效率。好啦，我哋睇一個最重要嘅問題， AI 到底有冇幫到普通人呢？喺中國，由於注重應用， AI 正快速進入日常生活。喺美國情況就比較複雜，22至25歲嘅年輕軟件開發人員嘅就業人數喺2024年以嚟就下跌咗20%。AI 開始取代入門嘅職位，但係最近因為大公司發現 AI 做嘢係好多漏洞，佢哋已經開始請返真人做嘢啦。但呢個呢，佢哋唔會話你知，佢唔會話俾你知，佢哋嘥咗好多錢喺 AI 度。喺中國 AI 就業嘅情況就唔同，雖然自動化取代咗部分嘅工廠工作，但係國家同時創造咗全新嘅工種，包括 AI 開發、基建維護同系統整合。AI 行業嘅快速增長正在吸收被取代嘅勞動力。咁未來呢個世界會係點樣呢？我話你知 ，AI 世界好可能分裂成為兩個截然不同嘅生態系統。一個由美國主導，會繼續專注於推動 AGI 嘅前沿發展，使用巨大而集中嘅模型；另一個呢，就用中國主動，佢會推動 AI 響個龐大嘅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嘅使用。因為呢，意識形態兩個生態嘅系統係完全分開嘅，美國還美國，中國還中國。但係呢，好多美國嘅企業會選擇用中國 AI， 因為係平同埋係開源，呢個已經係發生緊嘅。最後你點睇呢？你覺得美國 AI 市場係咪一個泡沫？中國嘅做法係咪更加持續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你鍾意呢類題材，請俾個 like。訂閱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